冉冉甜甜的来，清洁四个嘅超入火车，第三个老天然之间，变成一只非常酱法面。这系通车已经为日只设计界新竹内湾线铁路。放过加粗山嘅掠头，历史汉那球嘅苗栗站开铁球山线，天体12年过后，2020年6月又重新开通，民众闹热欢迎复修同时，对地方发展也有了汉那个期待。相对苗栗乡亲嘅美梦总算先进，内湾线经过嘅竹东、网山两只乡镇，除了险线未当希望。全线通车嘅日子做到来，这下是统一办嘅内湾线，1944年开始做，经过2次大战停下来，1947年11月通车到竹东，1956年到合兴，1957年9月将全线完工通车。不过2007年3月，为了配合高铁连接车轮工厂，又暂时停停新竹站到竹东站两段。即系为到新竹路绿架吼，新竹就注重个工厂高价的工厂暂时停驶。到明年10月之后吼，个高价工厂完工之后吼，全线未开通，导致新竹路注重通通高价行驶伊平时也唔是经过偏靠道，所以讲含排安全性要增加。因为改建工厂天体3年内，从内湾、网山上去新竹嘅民众，就变作停车而对竹东站下车。改错两种为爱攀车嘅人服务嘅客轮车表，除了当地民众冇乜嘅利便，对外来俩为了嘅人也增加麻烦。它是公车。对呀、他现在就是到竹东没有啊。可以坐公车啊，就是搜狗对面有个车站。有一个那个车站，新竹客运，直接到内湾来啊？直接到竹东，然后再从竹东坐到内湾。你就分2站嘛？对。我还以为它是直接可以开到内湾啦。以前是啦，是只有这几年他在修那个。该希望该讲要通车哈，内湾的该生意会下好啊哈。这样子内湾哦，生意可能按动因哦一直下滑的生意啊，都没有很好的。按照这个错车来，你们感觉我去新竹还蛮方便呐，没有那么方便呐，系啊。是希望讲个车吼，唔知其实会通啊嘛，唔知希望下交通要下好啊吼。青岛学生爱去求学嘅，遇到爱去就业嘅，透过都系用火车作为佢交通嘅运输交通嘅工具啊。但是啲铁路停喺条之后，青岛人做了客运公司新竹客运转车非常麻烦，而且车表冇像你的铁路便捷，所以青岛爱去甚至如老人家青岛爱去看片都唔方便。上坐火车3-5里片，旅客老当地乡亲、学生啊，甚至上会出去做生意嘅人，3年内都有显明感受。尤其眼单从纵贯线新竹站就做得7只班车，一路经过竹中、彰化、竹东、榜山到内湾掠到9只车头。当日本影响嘅交通疏润唔讲，台铁基线图上日最多嘅2条铁路也顺势而到。按顺民国18年4月开始起航嘅本天体路团，从地图档看，主要就系为到本内湾线新竹站到竹中站，卡都市化企业改做高架车轮化。另外也顺势将绿架高铁站强装用高架绑冲到竹中，以摆解决交通问题，又连接高铁游客，希望用网景高架概念，可以摆大通内湾线轨路发展。
载客量来讲话，新竹六甲建只系按所行田联车4辆，新竹泥湾建可能会按算系柴油客车3辆啦。载客量来讲，人当袂增加。都市对竹东地区对内外线经济上会反映来讲会太有帮助。虽然初心行业冇离偏，不过总共会有过去嘅日日，为了建设这条台湾客家总地图，全界唯一一条基线铁路，向前掠到当然唔会只有电能停停。在某个9个通车日之前，包含南北有可能变作交通中心，做能嘅新竹中站，韩国และ柜台片连接顺条上线，太能繁荣几条内湾线嘅工厂，大家都尽积极准备。希望打造出一条结合铁路和客家嘅黄金路线。一般呢，要高铁站地堡有架小火车捷运接入小火车跨过头前期来到竹中地区铁路的文化也非常的珍贵我们不能讲是说你铁路文化一切都系没落。当然透过在日本时代道理下，你铁路的基线对你网上向所有的透过竹儿啦，韩国木材这种韩国亚洲船来厂咯，竹东船来厂当时的涉谈的人数对佢到企业嘅贡献非常的大从内湾线就可以出来，因为8年来客家和铁路嘅关系动脉有感情动情，所以按用办认证，2020年全线通车，从错2条连接客家总9只叉条铁线，变作最大目标。也按照9只火车站地堡新竹沿辖境的9只火车站，还有也结合产业观光文化不管农特产品也好，不管其他创意产品也好，甚至玻璃产业也好。鎏金的产业也好，琉璃的产业也好，全部就会摆设。不管有杨半英把11住行娱乐每个族每个乡亲的代表闽南族并的客家族、各个原住民族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有成效的都可以摆设。在时代变化下，嘉良市为了在木材、石炭、老火木内去起个基线铁路，一下就变作观光条件。几路驾车可以来聊聊笑笑，实现有历史意义嘅路叉条，相关单位都尽力嘅想办法去改变佢，下来南北可能嘅观光人潮。到底9站火车站呢，我哋就有正式500万嘅经费目前主要也系做直航车普陀到绿美化到湿地能够做呢种帮小朋友来入料嘅啲合拼车站合拼车站是目前基金海委会就补助非常多的经费，拼车窗做得非常好，片刷做得非常的正，然后我向所有朋友大家维护我希望讲将来啲内湾感应旅客能够一些疏解到你哋9站火车站到合拼车站。係咪談緊10個20人揸住20人有啦。營業咯？沒有，一병差。營業咧講係20人병住在實際大概核心合拼火車條會載出來嘛到覆蓋在做緊嘅流浪仲載到合拼用嗰個火車只載竹東咁樣嘅。頭擺因為載運量動態，停出有8線拖嘅9站挑戰。虽然一下冇按放心，乃會都錯濃不過唔講嚴啲，從1952年12年實戰，2020年工作建議站，其實30年前，因為在貨物內貨運關係，最好嘅時節還是係推鐵貨運量第2大叉條。明年係講配合內灣線觀光，重新整個美化，韓國強化佢嘅歷史地位。甚至出現一座貨物內博物館的選頭，馬薩咁講，呢一路站方，難以唔會變成一隻重要景點。我哋啲嘅希望是講，你就
亚洲水泥是亚洲水泥厂，伊做的都可能几年到万年这种心态，咱听到这应该地方的想法是讲做的，不细细的家己所来做展，水泥馆的博物馆啊，水泥厂的博物馆，哎呀，台北南北人地讲哦，也冈山角台北，或者水泥制造基地，都几个对门大火车头，啊火车头边头有一部分嘅用之就係火車頭啊，但有一部分嘅水泥廠，所以用結合起來為對台島村啊，石棧頭、石棧頭20村，係非常好啊，嘅將來性係啊。落排水嘅時節，從石棧頭熱台出發嘅火車，看起來特別有美感。做啲想象係講結合車頭老火木乃故事，應該對遊客來講，唔係一隻當聲音嘅會所。揾隻國土鏡頭嗰話看到，熱台地下以前日本做嘅超入火車，行得彎彎翹翹山路鐵途，已經前有風味。可想一下，係講內灣線全線復駛，嗰隔日也下前半分享，喺那老嘅燒炭火車呢。正極嘅蒸汽老火車哈，能夠對你咧新竹到竹東到內灣咧十隻站中間來附屬咧個蒸汽老火車啊，希望講帶動啲地方嘅商機哦，珍貴呢種係蒸汽老火車嘅汽笛聲哈，能夠在我們山間行駛。以前火車頭啊，全部係上燒嘅木炭，所以呢一上工落去，哦火車一走上工了，叭叭叭叭，嗶嗶嗶嗶，哦結果呢用煙啊，嘅燒煤炭的煙都當為衝動蔓延都是啊。但是它目前為止鐵路機啊有一部 CK101，所以有時候會循環啊，所以循環，當然係一般有時間就辦活動卡、體驗卡。啊，不排除我們也請他啊，竹東內灣線啊，甚至新竹線有 CK101睡佛壇的啊，各方面來啟動、來帶動。用快橋羅火車增加賣點，才提嘅人文風情也做唔得麼？喺規劃上，從車子對堵腦背，才會客家美文化，大家細車頭加到客家概念，係講變正經，才都做得凸顯。呢條結合促進風景老鐵路嘅新生命，甚至加出最實際嘅商機。新竹縣所有點地盤內灣嘅點，最多一年180萬嘅人次，差唔多內灣點頭。所以呀，小火車係要做旅遊，不管竹東有隻站，新都經濟吧，係要配合酒香啦、談情說愛啦、客家文化啦、食衣住行娛樂等等的客家美食等等。所以一般呢，也不管溫泉，不管有動漫文化，每個據點都有動漫，再加上一個鐵道文化，要非常活躍，叫觀光休閒的、遊樂的重要活力，具有活力水平的據點。強壯係制度歷史嘅老鐵路，大家準備嘅新莊內灣線，留意嘅系統嘅苗栗球山線，對復駛嘅高強度。都將設計嘅特色散漫表現俾大家。雖然內灣線距離全線復駛還有一段時間，不過認為兩位嘅裊客家風情，建設正嘅天然小景，等人通車嘅心情，應該係異常又歡喜。